最近你好似人同是非多啊，傳緋聞都係小事啊，係有人話你不懂感恩嗰個大劑嘛。呀，不懂感恩，喂，咁聽落真係好大鑊下喎，關乎於人品啊同埋藝品嘅問題。哇，詹聽得罪咗邊個啊？俾人咁入位嘅。真係話中有話喎，諗翻嗰晚頒獎禮，詹聽胡定欣佢哋攞獎嘅時候，有多謝監製，多謝珍姐、樂小姐，多謝阿爸阿媽，好似係健身教練都有多謝，就冇多謝編劇哦。咁啊，老實講啊，其實編劇咧真係成部戲嘅靈魂人物嚟㗎，嗰啲角色定位係點啦，台詞係點啦，成個古仔脈絡走勢係點啦，全靠編劇㗎嘛。梗係啦，演員攞到好成績咧，編劇都勞苦功高嘅，所以今次冇多謝編劇，又確實有少少那個。喂，不過咁喎，人哋演員喺台上好緊張㗎嘛，攞獎嘅時候好多嘢想講，結果緊張到都講唔到，一時唔記得咗，又唔好太怪佢哋吧。咁啊點都好啦，希望阿詹聽下次攞獎嘅時候咧，多謝埋呢啲幕後英雄啊嚇。多謝安哥，多謝長哥同埋陳浩，因為我知道好多報道裏邊你都有支持我，多謝你哋三位。我今年第21年，我今日攞到呢一個獎係曾經俾我機會我嘅人俾我嘅，多謝你哋。雖然我今日唔可以將每一個人都講出嚟，因為未必夠時間圈緊我，但係我永遠都會記住你哋。我多謝阿 Jazz。我哋嘅監製 Jazz、導演、編審、編劇同埋我哋精神領袖 ，thank you 你，創作咗權佬呢個角色俾我，亦都多謝葉天成，亦都多謝我哋嘅武術指導郭師傅 ，OK 可盡快，同埋參與過《成長英雄》嘅所有工作人員，同埋多謝我嘅經理人樂小姐，Kenneth 同埋阿 Candy 媽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伯樂，雖然我每一次見佢都係鬧多個讚。但係我多謝佢一針見血嘅説話，令我更加清楚自己可以有啲乜嘢改進。多謝你珍姐，同埋多謝我嘅 friends， 同埋我媽咪，我爹哋媽咪今日都在場，同埋多謝所有觀眾喺街呢一段時間一直支持我嘅朋友，因為你哋俾咗好大嘅信心。我講過攞到呢個獎一定會多謝你哋每一位觀眾嘅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